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今日嘅节目当中吼，要同大家来绍介我嘅家乡吼，苗栗嘅后生人。佢都有三茶吼，咪係人講嘅三義啊，真有名嘅盛興茶站也就蔬菜吼。佢都轉到自家嘅家鄉，一群青年朋友結聽愛，發展佢都自家嘅公益。故所成立嘅一個青年創業嘅平台，適合被當到後生人強下，唔單像安尼。今日我同大家來紹介嘅一位創辦人啊，佢自家咪係也自家木工嘅天二台嘅也工藝師哦。其實按用嘅傳統嘅技術流到也係幾件都冇簡單嘅，所以佢哋做嘅呢條事情咯，按先來看一睇樣片。大家看見公用嘅設計，兩位係啲苗栗盛興火車頭順條街창建創業基地，就加介苗栗嘅菜地後生機橋下落來，大條街出海機通直接。這邊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因為其實我們傳統的老街就是以客家米食或是說擂茶為主，反而比較少文創的進駐。而我們在這邊成立基地來講的話，是讓我們的盛興火車站這邊更加豐富。三年嘅木雕產業當做苗，通直接也係一個木雕師傅。佢除了做傳統嘅雕刻之外，還做研木筆、教日本創想法、睇歷史推進鋪、開發新嘅路線。佢嘅特別嘅係，啲基地兩邊也從頭為主 DIY 體驗課程，通直接出青菜地嘅老師傅來教課。突然一下就木塊咗兩條，按樣兩個基地出唔單嘗試係搶嘢落來停停，可能係長遠求生。好，謝謝大家來分享今日節目，都有請到嘅來賓，就係盛興365青年創業基地嘅創辦人，韓國佢咪係風俗製作嘅工藝師哦。謝謝大家來分享佢，童真儀先生分享。大家好，我係童真儀，很高興來到這邊。好，分享請後生嘅真儀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哦。剛才看到嘅隻環境，我自家係苗栗人。哎，就唔知原來啲三茶有這麼一個文青暗講嘅素材，就是這個365青年創業基地。是。對，很漂亮哎。韓國係你自家成立唄？我們其實365的成立是由苗栗縣政府，他跟我們共同創辦的，然後也是苗栗縣政府，他算是第一個成立，就是我們說的類青創基地。大概時間成立唄啊？我們是在2020年的時候成立的，所以6年。對對對，也接近快2年了。哦。對，然後是共同下去合作，然後其實我們基地能成立來講，其實主要是苗栗縣政府他們有定期在舉辦我們的金市集活動，然後這個金草頭金，對，草頭金，其實它的字如果把它拆開來看的話，它是苗，一個苗栗的苗，然後一個青年，苗栗哦，苗栗嘅青年就變做一個很精英的感覺。對，然後所以有舉辦這個金市集，然後也算是每一個青年夥伴所做的作品都我們說的比較接近我們就是精品類的部分。哦，對，然後只是說在參與市集的活動，其實我們說在外面來講，有可能有吹風啊、淋雨啊這些部分。有許多冇可以用嘅素材，要這樣舟車勞頓這樣。對啊，然後所以才想說，在跟夥伴們之間，就是在市集所認識的夥伴，然後大家的想法一致，然後想說來找一個像類似一個空間，室內的空間來做我們的青年創業基地的部分。青米就偷偷呀，這麼漂亮的一個地方，這個位置就第一盛興茶頭嘅附近嗎？哦，對，我們是在盛興火車站，離如果基地跟到我們車站主體的話，步行的話大約是2分鐘左右。哦，這麼近？對，這麼近有這個地方？對，不過從我們基地到車站的話是必須步行鐵路過去的。哦，好酷哦！對啊，不過因為我們說走鐵路來講，不用擔心說對，現在沒有火車了，現在沒有火車，有火車可能就鬧鬼了。沒有火車，沒有火車。對，現在就沒有火車啊。不過現在是有我們說的鐵道自行車的部分了。對對對對對。哇，
吗？我都不知道哎，因为俺看到嘅素菜，俺去干没有哩啊，因为俺东就冇去生饮茶站诶，太多人呢，读到要了解嘅世界，嘅食茶食到完全冇办法落去，因为那个去上茶嘅路其实东西，还有枪架嘅几条听听，所以其实嘿，爱食茶食过去，俺去干咩东江啊？唔过也哈竟然有暗讲嘅素菜，然后有这么棒的一个平台，有这么棒的一个基地。第一度其实是哈北刚刚讲的，在金市集认识的非常多一样青年的这些创业的伙伴们。对，然后就把他们集合到这个365基地里面嘛。对，因为其实就是我们说会集合这些伙伴，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说。刚创业的青年其实主要是没有我们说的实体门市啦，对，然后我们想要去做出一个，就是让伙伴们有一个很像自己有一个实体的门市的概念，不过只是说不会像我们说平常在外面那种门市这么大或规模，就是要装潢的很漂亮，只是说由装潢的部分就由我们青年自己下去设计，然后每一个伙伴的进柜帮我们做一个宣传这样子。对。那时候大概青年都有自己的一个算是小摊位的感觉，在室内的小柜位。对，就刚刚我们图片有看到的，对，就是很精致。只是说在于这个空间里面，主要是想说可以帮忙，就是青年伙伴们帮我们推广他们的我们所创作出来的作品，然后以及他们所成立的品牌，去推广他们的品牌的部分啦。底都有哪的东西？除了你去搞你迄木雕工艺师，你去搞个产品以外，还有哪的类的哪些分类的同台搞小业呀？其实在于365的我们说创办人，其实像我是木工的部分，然后其实我们有4个共同创办人，然后一个是做我们的手工书，也是我们苗栗市的来本册子，然后还有我们竹南的水农泥研制所，然后以及我们头份的做工艺。对，我们4个伙伴是刚开始想要去成立这个空间，然后共同去讨论，然后以及去策划，然后把这个。其实他们所在的地方蛮远的哎。对，所以其实声音365这个空间不像我们说就是聚集只是3亿的一些青年，而是网罗所有我们苗栗在地的。对，然后像我们里面还有共同在里面，还有像我们从南庄啊、公馆啊、大湖的部分都有，然后所以其实我们里面目前的话，其实有19个品牌了。对，很多对，蛮大型的。我跟相公跟西撒重攀也应该差不多4、5、6、7个，就有19个品牌了。对，我们里面目前是有19个苗栗在地的，不管是文创或者是青农的部分都有。可是品牌这么多，不会有熊大跟问题嘛？因为大家做手作嘛，所以有时候会遇到很接近的状态。其实在于我们里面在规划的时候，以及进驻的伙伴，其实我们都会去做我们说的产品的分类啦。对，就是不会让产品有冲突性。所以像木工的部分，木工就由我专业下去做，然后我们精工有精工的伙伴。对，精工。对，然后还有泥作，然后像我们的手工书啊，或者说我们的香氛。或者是我们口巾包都有。哇塞，糖豆亚的我就已经不止很想买了，还很想做，因为呀，它有懂得这种手作的课程，其实懂书都分样。他们讲哎，魔熊都给嘿，当然他们也有推出这个手工的课程、体验的课程在里面。哎，魔熊都给黑年了，游客会去参加体验课程，我以为。就是he搞可能就1、2年的事情，不会花时间去做手作课程。其实来现场就是旅游的游客，其实他们也会去看我们现场有开哪一些课程，因为其实每一个职人，其实我们说课程有非常多种类啦，很多种，还不是只有你的木工而已，不止，像我们自己木工来讲，就有4、5个课程可以去做选择，然后像我们精工也有2、3个课程，像有一些我们说结婚前也会想要做自己专属的戒指，然后让我们现场去制作也有，然后不管是还有我们的手缝书、手工的缝制的书，以及就是我们泥做的部分，对，这些我们在现场都有开我们的体验课程，对。哇，鼓手也报名嘿，先从报名，也还讲要提前报名。其实如果我们说比较进阶的课程的话，就会建议就是我们
先预约课程，然后如果是现场来讲，就是比较简单式的体验。对，像我们木工来讲的话，可以现场做我们的木筷子啊，或者说快木台灯啊，或是说快木台灯听起来很厉害哎。对，然后其实就是说做一个台灯来讲，让我们说快木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啦。对。哇，我知道懂站，嘿，讲想爱报名嘅话，爱去那片报名。其实可以关注我们的粉丝团，然后盛行365，盛行365。对，然后其实，在我们的粉丝团上面也有我们的电话，可以直接跟我们电话做预约的部分。嘿，对。我刚刚冇问到，中马该按到365，盛行就因为在那个地方嘛。对，365哦。其实365其实是这个名字，主要是我们那边的地址啊，我们那边是36+5号。对，不过太刚好了吧？对，真的非常刚好。不过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像我们自己本身的比较深刻的体验是说，因为青年创业来讲，当初会想要创业，想说，自己当老板会比较轻松一点啦。没有，你就是365天不能休息。是，像比较深刻的是有机会可以休息2天的时间，带家人去外地旅游。不过这2天的时间电话没有停过。哇塞！对，就是无限的在接我们说预约的电话，所以其实你说有休息吗？其实有，又好像是没有，因为就是整个24小时都是在我们的工作时间内啦。算是一个自己工作状态的描述啦，365天都在工作。鼓手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佢哋，還有動動內容可以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節目當中，我係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啲啊苗栗嘅山茶，咪係講32號啲啊新型茶站、新型茶條也所採有一個青年創業嘅基地，按到新型365。啲都適合嘅當到無共用嘅青年無共用嘅手工藝，啲都有當到手作嘅課程，韓國有當到呀手工藝嘅商品，做得來賣，做得來認識佢哋。啊，今日節目當中來邀請嘅也曾業吼，佢係創辦人之一，還有個佢同時咪係也木雕師傅吼，楓樹製作嘅木雕工藝師，啊係對爸爸嘅片接觸過來嘅。在個七家來學嘅，對不對？爸爸那邊學會的這個技術嘛，對不對？對啊。來到現場吼，其實大家當到當獎嘅工藝品來同大家來分享，來請真係同大家來紹介一下。現場有擺當到東西嘅，看到嘅請想到那個木竹哎，就是這個筆的部分，好漂亮哦。對，因為其實像我們目前在製作的一些作品來講，就是把原木帶入到生活之中，然後讓它實用化啦。然後實用化來講，就是其實我們說筆是我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項用品，所以就把原木帶入到我們的筆裡面。對。然後像我今天現場帶來是有我們的鋼筆啊、鋼珠筆啊，以及我們的圓珠筆都有。然後還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生活用品，像我們說的領帶夾、茶則，跟我們的原木名片盒。名片盒，對，而且它那个名片盒，給和 TPS 是感覺很手感的感覺，它不是光亮的感覺。它其實就是原木沒有上保護漆啦，然後在於整個沒上漆來講的話，所以每一張名片在裡面的話，都會有它我們說台灣檜木的香味是會附着在我們的名片上面。哇，對，所以每一張名片都有檜木香。Hinoki 嘅米西感覺就很高級，有沒有？拿出一支原木的筆，再拿出這個有檜木味道的名片，很特別。所以 Himon 老暗湧嘅為什麼要商品化？就是因為像這樣子的，比如說是藝術品的部分，我 M 可能一當一都得給買啊，也不可能每天都在用。對，所以讓木頭實用化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所以就把它變成這種我們一般常常看到的商品。對對對，然後其實我們說，像我們還有桌面上還有我們所有的悟空跟我們的彌勒，還有我們的小豬來講，這是我們說比較偏向於我們說的木雕的商品的部分啦。對，其實去到那個山茶就董家看到，尤其是木雕街，滿滿的，全部都是雕刻。對對，但是我覺得你做的很可愛，不管是這個彌勒佛還是這個悟空。
在像悟空的部分，其实是我在2020年代表台湾去日本参与我们的台湾地方创生展的时候，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是因为其实悟空它代表就是比较活泼嘛，然后让他拿一支笔来讲的话，就是会变成让他比较文静一点的概念啦。所以就是它就是也代表就是能文能武哦，对，就很像我一样。哦，自己讲就是了，能文能武去甲讲吼，但是南腔大家看到这个悟空造型很特别，连其树松给笔其实也很别致哦。对，因为其实像我们的原木笔，我们悟空手上目前拿的钢笔来讲，它是使用我们台湾非常珍贵的快木树瘤下去制作的。对，而且我们说原木来讲的话，它每一支的纹理都不同。哦，有看到上面有很多像。就是那种一圈一圈的，或者是卷曲的那种感觉的花纹啦。对，然后其实它就跟我们说有别于市售的一些笔的部分，就是每一支笔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也是代表它可以就是这些笔都可以代表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对，就像我们主持人这么的漂亮，然后也是适合一支我们说大家非常漂亮纹路的笔。对，而且好，那一支太贵太珍贵了，因为给个法文这件太特别，所以那一支是非卖品。哦，对。对，但是其他的太家还有几批都在来偷来些，因为它还可以做客制化，因为大几笔都是独一无二，不仅是木纹独一无二，你还可以更客制化。对。笔总共可以做哪一些客制化？像我们可以在原木笔的部分帮它刻上我们的专属的名字。笔给蛋糕可以刻。对，在我们的笔的部分是可以做上专属的名字，然后不止在于笔，像我们的外盒的部分也是可以帮我们，像我们有一些企业他们在定做的时候帮我们上。企业定做这个，好高级哦。啊，像他们是送给我们说国外的客户啊。对啊，因为我们使用台湾的快木，就是其实更代表我们台湾。对。而且我们不管是原木料啊，或是说我们的零组件，也都是在我们台湾生产的。所以自己本身对于原木笔来讲的话，是希望可以做出我们说就是属于台湾的味道。对。而且我看到你的个礼盒其实很漂亮、很别致之外，蛋糕还有一类小木片。这个小木片代表什么意思？其实这个木片来讲的话，它是我想要去给我们说购买我们原木笔的客人，让他这一张是他的保护卡。相对的，它本身是台湾快木以外，又可以当做我们的快木的书签啦。哦，我想说就是拿来芳香，一直闻。真的，感觉披头呀、Hinoki 给明星，然后又很有质感，这样子的一个礼盒，还有一类保固卡。对。所以就表示压在笔拿等压就做得拿转一张，还讲白贴给发。对，然后像我们自己本身原木笔来讲，是终身保修的服务，我们是有终身保修，就是因为其实台湾的木料越来越少啦，所以我们希望是做出一支就是我们说用不坏的笔。哇，对，所以像我们说，因为零组件是我们自己开发、自己生产，所以在零组件的部分我们不会有缺货的问题。而原木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希望在原木部分我们可以帮它做到最大的保护跟最好的完善的维修。所以在于笔的部分，我们说，零件如果坏了，我们就免费更换新的。木质部如果受损，我负责帮你做维修啊。像上述这些都是没有我们说有着收任何费用的问题啊。这么好，你们应该是上购拿钢笔，我拿钢笔应该会被我写坏掉，会被我摔坏掉吧？其实钢笔其实它叫万年笔，很耐写，真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会坏掉。它刚我们说钢珠笔摔掉可能会断水，然后钢笔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期许我也可以能文能武，像郑怡一样。这么跟几位讲一下能文能武，嘿，因为郑怡给跳摆，其实跟这个木雕这个很懂优秀的那种手工艺是没有什么太大关联的，因为给嘿运动员。哦，对，因为其实我从国小开始就接触游泳的部分，然后在国中以后就加入正规的训练了，然后到大学毕业到退伍以后才结束我们做游泳的训练的部分。好辛苦哦。哦，其实游好久哎，真的游很久。所以那时候像我们游泳结束，我们退伍以后，其实相对就是步入我们的就业的部分了。然后只是说，因为本身父亲也是木雕艺术家，所以在于退伍以后就开始想说从事我们说木雕的这个行业。对，因为其实夫妻有分析过，就是木雕这个行业其实它有很大的断层啦，所以也是超大。应该最近董事有看到还有上年底的做一件事情。现在是比较少年轻人会愿意接触这一块，因为它算是我们说比较没有办法跟人与人有办法去
接触。为什么？因为你的工作环境就是这种木头跟雕刻刀，就不像我们说在办公室啊打文件，旁边还有同事可以跟你聊天这样子。对，所以自己那时候在做木雕创作的时候，唯一刚开始其实有点不习惯啦，因为旁边没有人。可是做大概1年左右，其实我会发现木头会跟我们开始有对话了。哦，对，因为其实作为一个木雕工艺师来讲的话，我们只是帮忙一块木头，帮他呈现他内部的一个他想要告知我们说他能呈现什么样子的样貌，直接用我们的手去帮他雕塑出来。所以其实木雕师都是有我们说非常的有他自己对于木头的一个情感啦，然后木头也会对他有一个感觉说，那我是可以呈现什么出来给你，然后又借由你的手去创作出来这样子。对。没想到哦，原来秋水秋的研究，真的，我看到你讲所谓的世界啦，真的有这种情感都低度，而且你对你自己的不管是商品还是艺术品，我们讲艺术品类别的话，其实我看到亚扎东电影下跟弥勒佛，它这个 Q 版的造型就本来知道这个艺术品距离我们的生活其实也没有这么远。对，其实应该是说我们把它做成比较 Q 版的艺术品来讲，是希望说，因为其实现在我们说年轻人越来就是木雕部分，就是希望可以让年轻人可以喜欢，所以就要做一些我们说比较不一样的转变，就跟传统木雕会有比较大的差异啦。对，像我们说传统木雕来讲是有观音啊、达摩、对，全部就会佛像啊，对，就佛像类比较多。可是相对的，以现在的年轻人来讲，他们比较少接触。对，所以就变成是希望说做出一些比较不一样，然后比较让人家会看得比较会心一笑的作品啦。不过虽然有创新的部分，没有给坚持传统的部分，就是一定要用台湾的 Hinoki。对，其实主要都是会以台湾的木头，是因为父亲本身做木雕艺术的时候，还是会以台湾的块木为主要原料的部分。而到我这一代来讲，其实也是延续父亲的一些观念跟做法，所以在于作品的部分，我比较多会选用台湾的块木，因为台湾块木来它本身有自己的原木香啦。会不会越来越少了？其实现在的块木已经禁采很久了哦，对，所以其实像我们的这些木料来讲的话，都是在父亲年轻开始就有跟我们说台湾的林务局标售我们台湾块木，对，然后只是说在于标售的数量来讲，跟我们创作数量它是非常对比性非常大，这样父亲在自己本身在创作的时候，一年可能能创作个2吨到3吨已经很厉害，而且我们没有外包给其他的，全部就自己做，对，全部都自己做。然后这个部分就变成是，你跟林务局标可能20吨好了，可是你一年只做2吨3吨的时候，你还有17吨的库存嘛，好多。对，可是你隔年的时候，你还要再标吗？也是必须，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原料所以也是每年在标售的时候，我们的块木就会一直慢慢的去累积啦。对，所以你说像我们自己本身做不管是雕刻品啊，或是说原木的生活用品，像钢笔的部分，我们用块木来做，也是说我们的原料是还有的。给嘟后这个正义有赚都不卡来做，希望给发按多给所有运用改善，讲笑嘅啦。希望大家来多多支持呀，抢眼嘅工艺师傅来推广菜体嘅文化，台湾菜体嘅产业，还有等等内容会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好，欢迎大家又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钟英权阿权妹。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小嘅我嘅故乡吼，也没有你嘅后生人，唔但抢创办的身形36唔嘅抢演创业嘅基地以外，其实家还接触的爸爸嘅32有名嘅木雕吼，是真嘅都冇简单，系种辛苦嘅一件事情。然后自己还有这个黄手制作，然后周围当中所谓嘅工艺品啊，也系讲做得用日常生活当中的产品的，故说按抢嘅人吼，我就想来问一下，就是我们的快问快答时间。我想要问你哦，在这个雕刻的时间，做木雕的时间你又有做艺术创作，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种艺术品类别的，那你同时也有做商品类的，对。
如果快问快答，就是要很快回答我哦。如果2种枪抽在选一种，枪抽在同一种的话，你会选哪一种？为什么？如果是很久了，已经5秒钟过去了。艺术创作啦，艺术创作。你会选艺术创作？对。真的哦。对，因为艺术创作其实它比较可以去发挥，因为我在做艺术创作来讲的话，主要都是以时事的感觉下去做创作。比如说，像我们说前些日子在我们日本的核灾嘛，那时候就有看到这个部分，其实就有做一件有关于核灾的作品出来。对，就是当下会想要去做一种心情的抒发啦，所以其实做艺术创作来讲，会是我比较向往的。我没有想到因为感受呀哈，还有想你应该会走一个比较实际的路线。我不是说艺术不实际啦，没有，其实以现阶段来讲，还是会以商品为主，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为了要生活嘛，对，然后所以艺术的部分等于是往后可能日子比较可以的时候才会去做。好期待哦，因为某糖豆呀同故事，真是如果是核灾可以有一类数位跟艺术创作，其实这个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想法，我还蛮好奇。因为希望有机会都会看到爱用的艺术品。对，有机会都会看到人的创作。故事吼，今日的节目当中，除台同大家来分享正义及七家的这个木雕的这个动腔的工艺以外，没有同大家来分享这个创业基地。那亚哈爱做当中吼，有摆的这个小道具，这个小道具啊，穷人忙着看过，也是两支树木条。这是台湾快木的木条。赶快来闻一下，吸收一下芬多精。台湾快木的木条，然后有这个工具，要工具也没忙着看过，从来没看过。对，这个是我们自行开发的一个字具啦，是为了这个 DIY 的课程开发的。对，它主要是我们要来做我们说台湾快木的木筷子的部分下去做开发设计。所以这2个木条可以拿来做快耶，给就是 DIY 的体验课程。对，去到圣心365就做得来参加按用给体验。对，可以做木头筷子的体验。是。好，那我要怎么做呢？我们首先把我们的木条把它放在我们的字具的中间。呀，刚好有一个很吻合的沟槽。对，然后就可以我们把它就是用我们的非惯用手把它稍微拿起来以后，非惯用手，对，非惯用手，对，然后再把我们后面的卡扣稍微往木条扣起来，这样子，对，好棒哦。对，然后我们扣起来是我们的大拇指会施力稍微把它压住，然后再来是我们的惯用手拿我们的刨刀的部分，刨刀，对，然后刨刀的话，我们刀片会朝前。刀片朝前，对，然后就很像我们开始很像就是我们在刨地瓜的感觉。算老配了啦。对，我们主持人可以刨看看。好，可以开始了，是不是？对。好，要很长吗？还是短短的就好？其实我们会从2/3的部分开始往下刨。2/3。对，2/3的往下刨。要用一点力气耶，需要一点力气。然后其实这种体验会让我们说来我们现场做 DIY 体验的游客知道说，其实以前没有电动工具的时候，其实每一件木作品都是纯手工制作的。也太辛苦了吧！我像修一下快也听听就觉得辛苦了，而且不是这么容易耶，因为有时候你施力的不平均，它会厚薄不太一样。然后其实像我们每一面大概刨5下以后，会再翻一个面了。5下，我超过了。不会，那还离它有点距离。啊，是吗？5下。对。我为什么我觉得我削的很薄？我削的屑都是就是像削铅笔机的屑，就是一片是像柴鱼片的屑，纯内都是削铅笔机的屑。就是我们刀子在拿的时候没有放刚好跟整个木条成水平状态。要是水平状态。对。对。所以即使是体验课，还是蛮体验得到东西的，还是可以学得到技巧的耶。因为像我爱台北是看过很大型的这个刨刀，对，就是大概像砖头一样大。像它那种其实刨刀有从迷你到大的，像以前我们说在门柱的部分啊，也就用比较大型的刨刀啦。这个是迷你版的，对，比较小型的。是真的工艺上也是有在用这个吗？是有的。
对，所以用亚的工具有这些客制化的工具，本亚的一般来体验的游客也可以。虽然我离筷子还很遥远啦，但是这个课程大概要花个30分钟，差不多30分钟，你就做得做出一爽快耶！按眼呀，它像吃鸡啊拜听听，太家做得流刀鱼啊，身形365七家去体验，还唔单像按呢哦。这个像柴鱼片的这些木屑还是有用处的。对，像我们现场还会就是附赠我们一个就是网纱袋的部分，像我们刨下来的木屑，它是可以装袋以后做一个扩香包的概念。对，做一个快木的香氛包。因为它全部刨开了，它的接触空气的面积变很大，所以你就做的皮斗那个香气是味道是非常浓郁的。对。哦，原来会按呢，所以你那边买到给的香氛包就是这些木屑。是。原来这样就可以拿来用了。对，而且它其实它可以用的空间很多，是说像我们说不管是密闭空间啊，或者说我们的房间或是抽屉啊、衣橱都是可以放。而且防虫，对不对？虫呢，好暗用跟迷信，对啊，不喜欢。对，而且它其实像这种香氛包就很像我们到了阿里山啦，或者说杉林溪去享受大自然的芬多精了。对。好棒哦！所以，我头摆去到3年，还没办法体验到按用给手工课程的，真的以前没有办法，以前就是闻到很香的味道。就逛木雕，对，然后看到很多木雕工艺品，不过也还有按用嘅平台，有按用嘅机体，大家就做得去到嘅片去看看呐，然后甚至是直接跟你们做面对面的交流跟沟通，对不对？对。而且其实我觉得你要有创办按用嘅机体，唔但枪做得本呀后生意有汉卡岛嘅这个发展的机会，你要有甚至系分养汉卡岛人来加入呗。其实基地可以提供他们很多的协助，对，比如说有没有哪一些这些青年创业的朋友们有回馈给你们的？其实我觉得在于目前在基地的伙伴，他给我们最大的回馈是说，他们每天都在成长，而且成长到我们说他有看到他一定的成绩了。哇！而他们的回馈是说，他们会把他们目前有的一些经验值，以及说他的一些课程，可以传递到给我们下一个想要学习或是有想创业的青年的身上，然后让他们去学习这些经验，然后也有机会可以自己当老板。哇，对，这是我们觉得青年他回馈给我们比较多的部分。所以其实唔但像老人的去家有的分享本人哈，也分享给想要创业的年轻人。对。给大家养分的感觉。对，而且他们在我们基地的部分也有开创，就是属于每一个人的体验课程啦，也可以让我们说来体验的人或者说在地的青年，让他们可以在现场知道说我们每一种行业他们的做法，然后以及工序，然后以及利弊。对，因为创业其实会有利也有弊嘛，所以这个部分都是会在那个时候的空间里面去做一个传递的部分啦，很棒很棒。那现在基地从开始到亚哈已经6年呢，快要2周年的时间了。亚一波嘅有乜嘅发通州的同台搞了分享？其实我们从因为我们实际的日期是2021年的12月7号啦，然后不过我们从这个时间点到我们的圣诞节，我们基地都有一连串的现场的活动可以来参与。就是我们在里面消费的话，也是有我们说的摸彩的游戏可以来参加，而且会有每一个奖项都是非常棒的，好棒哦！对，每一个奖项对，而且我们现场会有提供，就是我们说最大奖的部分是我们台湾快木的原木钢笔1支啊。对，然后还有我们的纯手工制作的银饰项链也有在现场，就是供我们到现场参观然后消费的伙伴下去做抽奖。对。從鼓手分享大家都呀，身形茶站哦，身形365幾天去搞來聊聊啊，去支持呀，台灣嘅創業青年哦。今日沈夢真也來到節目當中，謝謝。謝謝。咪沈夢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舒緩休息下來做運動哦。福起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簽讚，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哦。